12月28號啊，幽靈會輕量組決賽。好啦，翻呢個圈翻嚟咧，就開始比賽啦。頭車家俊，二車阿宇哥，三車傑少，四車 Ruby， 五車興哥，六車軒仔，七車高樂希，八車思聰，九車 Kelvin， 10車志文。好啦，呢個圈翻嚟就開始啦。依家係 final 㗎啦。好啦，準備開始，高樂希慢咗啊！可以開車。安全入到 T1啦 ，T2、T3都正常。好，宇哥已經帶開咗少少啦。興哥上咗第4位，傑少喺第5位，二車係 Billy 啊。三車係家俊，四車興哥，五車傑少，六車高樂希。冇變啊！阿宇哥都拉開咗啦。咦，6車高樂希上咗嚟喎，追咗傑少喎。
4、5、6車會唔會有變動咧？高樂希上咗嚟，過咗傑少。頭三車暫時冇變動啊！而家影住4、5、6車先。頭三車距離應該唔會大㗎啦，唔會再變住㗎，暫時。好啦，興哥開始拉埋咗少少三車啦。哦，高樂希過埋興哥啦。咁睇下高樂希頂唔頂得住啦。4、5、6車啊，比較緊湊啲啊，頭1、2、3車拉開咗㗎啦。高樂希個節奏開始快咗喎，開始拉埋咗 Billy 少少喎。興哥同傑少都黐埋一啲啦。1、2車暫時冇變啊，拉遠咗啦。高樂希拉埋咗 Billy 度啦。過啦，高樂希過咗 Billy。而家高樂希3車啊 ，Billy 4車，興哥5車，傑少6車。開始拉開咗 Billy 啦，興哥開始拉埋咗 Billy 嗰度，睇下會唔會守得住第4位先 Billy。好，興哥過 Billy 啦。哇！依家4、5、6車鬥得好激烈啊！1、2、3車拉開咗有啲距離嘅。Billy 準備過翻興哥，過咗啦。Billy 第4啊，興哥第5。
結少第6。1、2、3車仍然保持距離啊！好，興哥準備攝內線。喂，興哥炒咗，出咗草地。哦 ，Billy 都炒埋啦。而家結少第4，興哥第5，興哥出返嚟。哦 ，Billy 跪低咗啦。應該係咪 last lap 啊？而家 last lap 啦。好，頭車一樣係阿宇哥，2車家俊，3車高樂希，4車傑少，5車5車阿輝哥，6車係軒仔，7車 Billy， 哦，興哥返咗嚟啦。好啦，完賽啦，完賽啦。好，完成，完成。好啦，頭車都返嚟啦，頭1、2車都返嚟啦。